客家。很 Q 呀！怎么了？啊，上个班就累成这样子，啊？哎，我今天晚上加班到8点啊。嗯，我一回来，我突然想到说啊，你懂叫某运通啊？我就进去换个运动服，一口气到公园去跑了10圈。哦，我现在呢腰酸背痛啊。马上很安嘎吧？啊？按叫某运通跟人家一口气就跑10圈，像我这样啊，回到家里啊，就坐在沙发上休息看书，不是很好吗？哦。真的是，现在坐在这个沙发上，真是爽快极啦！你这个看嘛该杂志啊？我啊是在看居家装潢的休闲杂志。阿明哥啊，我还在想啊，怎样？我去选几块可以照布铺在这个茶几上面啊。对，我们那个是翻奏蛋糕也可以把它铺上去哦。茶几和吃饭粥都要铺桌布哦。你不觉得东西放在那茶几，某处吃饭粥蛋糕挪来挪去到时候那桌面上很快就刮得乱七八糟。你们不判的了。好了，我们找个时间好好去选一块比较好的桌布来铺一下好了。对。阿明姑啊，你们觉得我们那个地板那些颜色色彩都比较暗干脆这样子，我刚才有看到有个特价，我们去裁一块那个梯炭。你觉得怎么样？让我们房间亮起来怎么样？梯炭啊？对呀。你不看杂志就算了，一看杂志什么都要买，整个家全部搬光算了。又还没真的花大钱。我们只是先讨论讨论而已啊。我有个阿姨啊，她都会自己亲自做一些这个桌布啦、窗帘呐，所有东西家里面都自己做的，还有时候还帮别人做一些，做的还不错不然我们就买一些布过去请她帮我们做一些桌布老梯炭用拍摄啦！我跟你讲，只要我们带几样他最喜欢那个客家点心嘛，马上可以贿赂他。客家点心没问题。我刚好认识有几家做那个客家点心非常有名没问题。这件事交给我去办，交给你办包准阿姨吃得满意。漂亮，所以你看看，我一讲客家话，做事就方便多啦。做布。食饭粥，唔攀得，客家點心。